上狮子飞，前到鞠躬，坤到一鞠躬。讲师好。是哦。请坐下。各位先贤，大家早安。讲师早安。首先，有幸呢，新隆全体康德文件，咱做出的同时，师尊师父两位老大伊来阮台底，咱回老这个五大牺牲，咱过去遗受在身，咱但是以及咱过去咱甲咱领导的这个周典汉书过去的教育伊的牺牲奉献。以及现在呢，咱坚持典汉书对咱的立法、对咱的教育以及呢，咱领日以及各位这层的对着学的福祉互咱的领日教育基础，咱对一个学习的一个机会。领日合法所好学习领日的好学规定那我方今日所承担的这个课题，就是安尼讲看法无我觉得切了光路。可能咱会当小后面再小看一下，叫做原用心自在境什么叫做原用心自在境呢？各位先生，这问题咱即摆坐伫这个所在，敢有自在？看不懂。就自在，敢是？但是你敢知影，或许在这个所在，拢袂自在呢？是啥物原因？咱今仔日换一个角度来看啦如果若换咱徛伫这个所在，应该嘛是袂自在啦，敢是？我较定咧想定咧讲啦在修办道当中唯一宝贵的呢，就是机会啦，机会啦。足侪机会呢，会当互咱来学习，会当互咱来承担。当机会来时阵爱安怎？各位先生？当机会来时阵爱把握。若无即个机会若来，咱无把握，伊敢会等啊？伊袂等伊会走去机会若过的时阵，咱阁想要来要有即款的机会来学习。来承担、来了解，这个比较困难。所以互学咱重新给咱安排这个课程，原用心自在境圆融心自在情。咱拢知影心咱拢讲修道爱啥？爱有道心。敢是各位先生，咱敢有道心？有无？有偌大？好大。知影咱讲心心是主，心是主啦，伊是一个主体那么念是用各位先生，有道心虽然介重要，但是道念更加重要。比如讲在座咱应该大部分的真诶拢已经清考敢是？敢有了未清考的先生？拢清考就你咱无紧，咱加油。好不？去破学做者理路啦。咱今仔日入道门了，咱开始缀着前辈这样咧咧学咧修咱道理咧听到尾咱感受体悟即摆前辈才甲咱鼓励讲咱时间换差不多换成熟会当考虑来清考。咱嘛认为讲家己修了袂歹，咱嘛缀人去清考，即摆清考一段时间了，人一只五骨大汉的，敢是？人敢袂破病？会呢感冒小病啦，小病大病拢会啦。咱即工呢，咱艰苦去看医生医生甲咱看检查了呢，甲咱讲我看可能是营养不良你营养不良你食菜
食素食袂歹，但是呢，我看你身体较要紧，你甲身躯请教一下，哦，身躯自卑的嘛，敢是？你甲身躯请教一下，身体养好了呢，再过来食菜，再过来修。哦，啊，你听了，你嘛感觉真有道理呢。你转来就甲领导讲嘛呢，吼，领导，人个医生讲吼，叫我甲身躯请教呢，哦，身体养好了，再搁继续来食菜，来修道呢。各位先生，安尼敢对？哦，啊，你的道心就去你的道念，靠你的念头影响去啊，敢是？哦，请假就请落去，就袂搁倒转来啊，各位先生。哦，啊，所以心是一个主体。哦，咱今仔日讲即个圆融心自在智。什么叫做自在啊？哦，什么叫做自在？自在就是无碍，无挂碍。哦，无挂碍。才会当自在嘛。啊，啥物无挂碍？咱的心爱无挂碍，咱的心爱无挂碍。你的情是咱的七情六欲，情是咱的七情六欲。哦，虽然七情内底有7项，但是咱来看起来，伊总合用就是一项，就是爱。因为爱欲，而产生了喜怒哀乐爱欲。哦，产生了六欲。产生了7情，所以呢，咱来先来看这个圆融。什么叫做圆？圆就是圆满，无欠缺，圆通啊。哦，那么融就是融合。什么叫做融合？咱修道爱甲什么货来做一个融合？各位听见？修道爱以道来做一个融合，在一切因事物当中，以道来做一个融合。咱今仔日在道理当中，咱听道理，学道理，这道理听了要创啥？要运用伫咱的生活当中，运用伫咱的家庭当中，运用伫咱的心上，敢是安尼？哦，咱道理听了，绝对毋是要摕来看坐火车，毋是要来看咱的先生，看咱的太太。哦，要用伫倒位？各位听见？道理听了要用伫倒位？用伫咱的心上啊。哦，敢是？但是我今仔日道理听了，我转来看我先生，倒位做了无好；转来看我太太，倒位做了无好；看我子女，敢是安尼？毋是啊，道理学，毋管咱道理听偌济，学偌济，即个道理就是要用伫咱的身上，用伫咱的身上，运用伫咱的日常生活当中，咱看有无？有无？有啦吼。日头拄出来呢，应该是袂爱困啦，吼，敢是？一样道理，一样法规，安尼啦，好势是敢是安尼啦。咱的互动，咱的互动，若是愈好，哦，即场的道气呢就愈旺，各位亲戚。如果咱的互动若是足歹的时阵呢，讲师讲讲师话，哦，啊咱头呢应咱的，哦，安尼呢，讲师愈讲就愈无力，敢是？哦。所以圆融第一爱圆满，爱圆通，啊，爱以道合，以道同，啊，那么自在心爱圆融，啊，圆满无缺失，无缺点，啊，什么叫做无缺失、无缺点啊？啊，咱讲话有当时啊，咱来甲人讲话时阵，咱会拄着，有人讲话是安尼气压压，会共伤着，会共伤着。会共伤着，迄叫做有感嘛，讲话有感嘛，迄嘛叫做无圆满，哦。啊，咱的自信当中，哦，咱的智慧当中，咱嘛有欠缺。修行就是要将咱修学圆满，将咱即个原本所有的，原本所有的，即摆我都显露出来，将伊修学圆满，将咱本来所无的这脾气、这毛病。从伊啊，从伊去除掉，足简单的道理啊，哦，足简单的道理。那么情要自在，情要自在就是爱安那，爱无碍，咱拄啊就较前面咧讲，你安那无碍啦，足简单，莫执着，莫执着啦。互较拄啊头前咧讲啊，七情，为虾米有七情？情是咱的情绪啊，情绪啊，欢喜啊，生气啊，忧愁啊，哦。等等，这拢是因为爱。你爱一项物件，你爱得，你就欢喜啊，敢是？
那么你若爱袂着的时阵呢，你就生气啦；爱袂着的时阵，你就烦恼啊。爱袂着的时阵呢，你就忧愁啊，敢是？你就恐怖啊，拢是因为这个爱，拢是因为这个爱。所以要自在，要无该第一，这个爱欲爱控制好好势。那么爱欲简单讲是咱人的一种质啊，少年人一啥？一手机啊嘛，一电脑嘛，一乌古摆嘛，一车偌代。那么咱大汉，咱出社会了，咱积的一啥？一名，一味啊，这我爱的物件嘛，我放袂下嘛，但是若男女之间咧交往的，就一个啥？一个情啊，一个情啊，我的男朋友爱我，我的女朋友爱我，等等啦，这拢是世间头中呢一个七情六欲一个关键爱欲。那么网络内底咧讲，我是听有趣的，伊讲一世人要爱一个人，足无简单。有影呢，咱个想看卖，男女朋友愈咧交的时阵，以着天道来讲啦，咱咧交女朋友的时阵呢，女朋友若需要啥，咱马上呢，走哪飞咧帮伊处理。但是若下班的时阵呢，现你就是爱安尼拍一大日，台南市拍一大半呢，才会当去载伊下班。你嘛是专工咧，逐工拢安尼半工去甲载，敢是？咱困倒前拢会点头的过去阮先生咧甲我了解就是安尼咧，我叫伊创啥？我有啥物需要，伊就马上咧结婚了后就有干啊翁诶，你去帮我买一只豆油会敢好？无用啊！敢是？你去甲我倒一只粪扫会敢好？无用啊！这个时阵啥物货拢无用啊！咱人的情会变无，会随着时间、随着环境，伊会变。所以网络甲咱讲一世人要记住这种爱一个人，足无简单，足无简单啊！但是咱家想看卖，为什么无简单？因为伊有执着，伊有痴迷，爱这项物件，爱这项物件，这叫做凡夫啦。凡夫是迷者，对不对？凡夫是迷者什么是魔者？菩萨是魔者。咱莫讲佛啦，佛伊已经是安那？已经是非常非常圆满啦。咱凡夫甲菩萨，这个啥？这个区别比较远。人咧讲咱众生兄弟姊妹，只要咱发心要修行，当下咱就是菩萨。当下咱就是菩萨啦，所以菩萨咧修行爱安那？六平万，迄个万，六度万行。菩萨咧修行，伊有足侪考验，咱咧经过这个考验，经过这个考验，咱有法度承受过了呢，咱才有法度成为一个菩萨。所以咱拢有听人甲咱讲菩萨啦，老菩萨啦，拢甲咱讲修行者。要甲咱安尼称呼嘛，菩萨伊有啥物情？菩萨对一切众生兄弟姊妹，伊是安那？伊迄款的真爱，伊是无希望咱继续安那，继续下卖，希望咱会当开悟，会当明理，会当明理所以佛经内底甲咱讲人对爱欲当中而生忧，生这个恐怖。但是呢，只要离开了这个爱，离开了这个欲，何忧何怖，就无啥物烦恼啦。但是这讲会较简单，要做呢，爱一步一步来，一步一步来。所以咱今日修行学道，咱所要拍的，咱是要学菩萨迄款的情怀，对众生兄弟姊妹，对自己，对咱的子女，对咱的亲情朋友。为什么讲对这个人？因为这个人甲咱是有缘的啦。外口这个人甲你无缘的，你嘛无法度去甲影响，敢是？所以咱敢来当影响着啥？会当感染着啥？咱的亲情朋友。
敢咱有闲的遮个，敢咱遮个，咱个想看卖啊，咱大陆在座足侪拢做阿公做阿嬷，敢是？你咧听你的孙，你的干仔孙，你咧抱几仔孙的时阵，你迄款爱，甲男女之间迄款的爱有共？无共的，无共的。为啥无共？咱即款的爱，阿公阿嬷即款的爱，对子孙、对囝孙即款的爱是安那？甲菩萨共款的。你是希望伊莫去学歹，你希望伊安那，伊会当明理，伊会知影做人的道理，好好啊做人。就是咱学语定咧讲啊，希望咱会当明理。会当修正家己无好的行为，男女之间迄款的爱是要得到，想要爱，想要变做是款的物件，变做是款的物件。男女之间迄款的爱是亲像凡夫的爱，咱阿公阿嬷对干仔孙迄款的疼爱，迄款的慈悲，亲像菩萨即款的爱。咱对咱的家庭当中即款的爱，咱甲提升到道场当中、社会当中、世俗当中，甲咱有缘的遮兄弟姊妹，即款的情怀，所以要自在就简单，莫执着就好，莫执着就好。咱过来进入了今仔日这个第一大点原谅，第一生命爱原谅。什么叫做生命？各位听听，敢会当有真会当记一下着？什么叫做生命？唔知影，我唔知什么叫做生命，还是敢讲，还是讲？生命就是咱人的一生啦，由生到死嘛，敢是？那么生命当中，其实生命是一个机会是一个机会。咱今日出世做人。咱得到这个人生，咱求着道，敢是求着道就好毋是咧，咱头下菩萨咧讲的机会，这是一个机会，生命是一个机会。咱得到这个人生，咱得到这个道，无非就是要安怎，要互咱会当知影好修，好好啊修。有一天咱会当好好啊去亲历、去体会、去体悟。有一天咱会当成就一个代志者，一个开悟者，所以生命当中，生命当中是三个要素所形成第一，长度，咱今日会当活几岁，无人知，无人会当把握，无人会当把握。但是深度甲阔度，掌握伫咱的手头，掌握伫咱的身上。第一来讲，这个长度啦，讲这个长度，咱即马大概统计，咱每一个人的平均寿命，偏道查甫的甲顺道查某的，这个长度不一样。偏道大概70几岁，那么顺道的较长80几岁。咱讲平均寿命就是讲偏道甲顺道安尼综合起来，根据111年的统计，大概是82岁。82岁，平均寿命啦，咱来想看82岁敢有长？有无？82岁做偌久的时间，咱敢知？大概3万天啊。2990，2万9930天。或许你甲算，一年有365天，安尼甲算看卖啊看，无遐算会讲对，82岁。咱前一阵仔拢定咧讲社会拄出社会才会青少年即最低薪资，拢定咧讲伊出社会了，敢来当领23K，敢是？即摆较悬啦，即摆好28K 啦，
哦，即摆新主28天啊，23天，哦，咱个想看觅啊，咱的人生分几期啦，分几期啦，吼，以护法来讲啦，吼，护法比如52岁啊，吼，啊后壁时间剩偌久的时间？剩30天啊，30天啊，吼，30天的时间会当修，吼，啊，咱个想看觅啊，咱一生当中伫咧修办，伫咧听道理当中，咱开偌济时间？咱家想看觅啊，咱开偌济时间伫咧修办当中？咱像今仔日咱体会班偌久的时间2礼拜一天，1个月一天。3点钟，啊，毋是，哦，3点钟。啊，咱一年有几届？12届嘛。一年开偌久？30天啦，吼，咱逐个拢有啦，吼。32点钟啊，各位先生。32点钟偌久啊？32点钟才1工半尔呢。咱一年当中，如果你体会班逐个月拢来参，你一年才开1工半的时间伫咧修班，一年365天才开1工半的时间伫咧修班，听道理尔哦，哦，这个是全勤的，无欠款的，无欠困的。啊，恁佫有啥物班？佫有无？晨训班，你是啊？暗时？暗时几点钟？1点半钟、2点钟，后学单位是2点钟啦吼，8点到10点，2点钟逐个拢有嘛吼，偌久的时间？24点钟尔。24点钟一日尔呢。哦，互你体会班、新专班拢有参2班啊，足潮啊吼，敢是？哦，啊，佫有无？文理班、研究班、经典班、经典班有金光厅，哦，金光厅一边偌久？点半钟，2礼拜一个月2届吼，一个月2届，2届安尼3点钟啊，哦，啊，逐个月拢有嘛，共款啦，甲咱体育班共款，32点钟。有啲会听。1工半，哦，佫有无？文理班啊，文理班。咱以前敢是有读经班吼？读经班啊。即摆敢佫有读经班？读经班。有吼。啊，读经班偌久？咱初2点钟好啦。1点半钟啊，一个月2届，共款30点钟嘛吼。读经班。啊，佫有无？咱新源村有即个数据班，哦，咱或许咱有去参啦，经典班。像赞助长或许会来看到，拢有去参啦吼。经典班。数据班一年偌久？啊，一边偌久？8点钟。咱即摆其实有到8点钟，咱初8点钟。几届啊4届，我无3届4届。4届嘛。毋捌3届4届。哦，敢是哦，4届32点钟安尼偌久？较无共半的，咱切共半好啦。对，切几？即个班咱若拢有参，算足厉害啊呢。哦，足厉害啊呢。啊，佫有倒位咱无法算无对。烹饪班啊。哦，敢是，安尼甲算看卖，1点半钟工半，1工2工半，哦，4工，安尼4工，5工，切6工好啊。6工。哦。啊，遮咧7工半，咱切8工好啊。足久咱咧参，一年365工，咱才开8日伫咧上班，啊，你说也少，少谢谢。足少呢。啊，伊护法拄啊甲我讲啊，护法今年52岁，护法剩偌久的时间？32啊，32。30天，一年8工，安尼偌久？我觉得算甲袂晓算诶。安尼偌久？
只。240天，敢是？敢有算唔对？应该无啦吼，240天偌久啊？8个月。我想像8个月时间当收呢，咱各位先生，咱剩5个月时间当收，爱把握无？爱较积极的无？哎呀，无咱生命要哪完用？生命没办法得到圆融，所以你若无去甲算的时阵，你想讲我有班来参，咱拢感觉讲我足无简单啦。人今日礼拜四去佚佗呢，我拢无去佚佗，我拢来参班听着你呢。但是咱甲算算的，你班参足济，其实有限的，足有限的呢。所以这个有限的时间内底，咱来去把握，把握才当创造这个价值，创造这个意义啊。但是你若无把握，没有把握，机会来了，它就过去了，无采咱有这个人生，无采咱得到这个宝贵的代志，无采咱有一个遮尔重要的一个道场，咱互咱来学来修。咱甲问看卖过去的前辈者老菩萨，过去迄个时代，敢有这个机会，敢有这个环境通好修？无呢。敢有礼器通好找，椅仔通好坐？咱拢爱参班，拢找礼器，找到拢会畏寒，毋是？坐椅仔拢坐到腰酸背痛。敢是安尼，各位先生？咱咧去问看卖，迄个前线，伊咧厨房内底咧辛苦，你甲咱准备中昼顿，准备料理遐前线，班还未开始，伊就已经开始安怎？开始咧准备啊。敢是？那么今日无细哩，只要当闭班的时阵，咱摕着便当，今日饭是安怎煮的？咱煮到遮黏啊。今日菜是安怎煮的？咱煮到遮咸啊。当你若是迄个前线的时阵，我七早八早就来遮动鼎动灶，老搬老逼安尼。但是呢，人闭班了摕着咱的便当，甲你徛讲你的饭来煮到遮黏，煮到遮烂，你的菜菜安怎煮到遮咸着？各位先生，你安怎想啊？你下班拢莫甲我叫。敢是？咱找礼器找到会畏寒，坐椅仔坐到腰酸背痛，结果去踮咱的中昼顿，咱的料理煮了无好食，结果人伫咧厨房内底遐尔热，迄款的环境当中，人安尼咧付出，结果得到的回报是安尼，敢会抱怨？各位先生，了怨不要抱怨，了怨不要抱怨。咱今日若边了怨边抱怨，足可惜。咱所付出的，亲像摕笔篮换水人，一场空啊。今日不管是咱饭煮了黏也好啦，咱盐无细哩，咱人两遍也好啦。迄是安那？迄是因为真正咱有不足的所在，咱就真正无细哩嘛。别人甲咱讲，是因为咱真正有缺点，咱改就好啊。咱改就好嘛，改进就好嘛。咱毋免当咱无自在啊，咱的心毋免去互障碍啊。咱今日咱知影为着啥物我要坐伫即个所在？为啥物我要入迄个厨房？遮尔辛苦？为啥物我要咧大日头下骹摕着扫帚在那扫是为着？我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子做。今日你所拄着的一切因缘，环境的因缘，人事物的因缘，拢是为着要甲咱成就。如果咱会当安尼想的时阵，咱敢会无自在？咱敢会去有障碍？不会啊，敢是？所以原谅心自在前，第一要甲咱讲的就是讲这个点，毋通去互外在这个环境甲咱影响。外在的环境呢，有时有去拢咧转变，拢咧改变。有足侪原因是因为咱家己的关系，是因为咱家己的关系。毋通产生迄款埋怨、迄款抱怨的心啊。所以原谅是一个机会啊。第一，咱来讲无后悔的心啊。咱来看真侪前辈者，道场真侪前辈者老菩萨，伊一生当中自从踏入道门了，伊就开始咧行功了无，毋管是偌辛苦，
哦，不管这个过程是偌无简单，拄着困难，拄着阻碍，种种啊，有真侪前辈者伫咧拄道路的时阵呢，出来底人讲，朋友的批评呢，那么伊的心情呢，悠然遮尔坚定，永远无后悔，永远无后悔。为什么啊？咱个想看看，因为什么要安尼？咱即摆拢无用蜡烛啊，咱有听过一句话无？一根蜡烛两头烧啊。咱道场的前辈者，伊就是蜡烛哲学，伊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不管拄着什么款的困难，伊永远拢袂后悔。世间人，咱讲道场定咧讲，应尽世间天下路，后壁安怎讲？唯有修道不误人。唯有修道不误人。咱像我咧讲啊，生命是一个机会啊。那么生命要圆融，咱爱把握，咱爱毋惊艰苦，毋惊艰苦啦。当然，这个毋惊艰苦，甲这个把握当中，爱有明理来作为咱的依归啦。如果咱的理若无明，咱是要哪讲会去把握？是要哪讲会去？这个啥？这个无解。别人甲咱讲一句，甲咱伤着，咱就不爱来啊。后摆拢莫甲我叫，莫甲来叫啊。咱来听一首歌啦把握机会，第一就爱珍惜，珍惜。咱听这首歌。世间无常。
咱这个第一点吼，生命圆融咱就先讲到这。那么生命要圆融，第一爱先啊，爱人较醒啊，要清醒。会较醒的人，才有机会会当面对